亲爱的乡亲、时代、父老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因为这个病毒的疫情，互咱居家隔离差不多有3个多月日啊，所以有真侪兄弟，伊拢开始去效念过去迄种实体教会的生活，也怀念着兄弟姊妹过去迄款亲密的互动。就是这个疫情的关系，今日来抑阁无法度来开始来实体这个聚会。虽讲有个别人教会已经开始大布边，因刷起这个口面室外啦做礼拜，因才可以留这个体温，因的座位这个距离的安排、人数的控制，也阁有受限制。那么，以阮的教会长辈占大多数，阮无愿意来承担被感染的这个风险，所以阮依然是借着这个网络伫 YouTube 顶面来做礼拜，来敬拜上帝，来阿罗上帝。那么，佮听后一段时间，咱才过来做决定。所以今仔日，互咱伫这个主日内面，也会通得到上帝的赏赐。圣神要继续来引带咱头前的脚步，所以这点是咱陪伴咱的心，咱要做来祈祷。感谢你，虽讲疫情，也可是继续不断的增加，各因为爆发了这个种族的冲突，就引起全美国各地不安动乱，也发生了严重的这个医血冲突，到今仔日，也无平静落来。所以影响到全美国的经济发展，冲击到美国本土这个社会安宁。今仔日，我们依然透过上帝话来教示阮，来引起阮，让咱的灵命得到进步。总是当这个。疫苗甲解毒还未研究出来以前，也恳求圣神来教示阮，要如何来甲病毒来共存。亲爱的天父上帝，阮这点，阮就要保卫着阮所敬爱的好朋友，阮应该。教授来祈祷，因阮拄则拄着听到伊这个病危的这个消息，伊这个癌症的尾期，伊的夫人讲，伊即马无法度喘气啊，即马医生急救的中间，
阮求天边上帝手所伫的顶端，做说属于，主你若要选伊世间的苦难，主你无互伊痛苦，主你若肯的时，搁一摆伊互伊有机会，搁继续侍奉你。有灵感教授是阮的好朋友，以前RCA 会在好的人工，完整透过这个祈祷，呼求天边上帝将你医治的油膏变在伊的身躯，主你来引领，主你来拯救你的囝儿，主你来帮助，是的，主啊。今仔日这个礼拜，用主你的圣神踮伫阮的中间，来感受阮的心思、阮的意念，也来领受主你的恩典伫阮的心中。主你来甲阮同在伫阮的中间，阮伫你面前，同心的祈祷，奉主名来求，阿门。咱做伙来听上帝的话，记载伫撒母耳上卷7章第1节到第2节。记得耶林人来带耶和华的约柜上去，到伫山顶阿比那撒的厝，分别伊的囝以利亚撒固守耶和华的约柜。约柜是基列雅林日子久久，历过20年，以色列全家对念耶和华。第2位的圣经记载伫哥林多前书3章16节到17节。敢毋知恁是上帝的殿，上帝的神踮伫恁的内面吗？人若毁坏上帝殿，上帝要毁坏伊，因为上帝殿是圣，殿就是恁家的。第3位圣经记载伫雅各书4章13到15节。当恁在讲今仔日也是明仔日，阮要去某个城，住伫遐1年久，做生意趁钱。但是明仔日的事，恁也毋知，恁的活命是怎样？恁是坟墓暂时出现，后来就无看去。恁较好着安尼讲，主若愿意，阮就会活。也要做这项、迄项，这是上帝话。读这本册，甲听遐个有言的，佮遵守其中所记载的人，真有福气，因为日期近了。阿门。这个敬拜我要来为着大家来献唱诗歌。唔通丢图请伊来。那么这首诗歌是我伫1996年时，伫北加州，伫帮站是可怜的某仔囝，因对东部来飞去这个北加州来求帮站，所以我甲牧师娘，我用几礼拜时间来陪伴伊来祈祷，陪伴伊用上帝话来得到安慰。所以后来，迄个时阵都是春天。口味是这个三角灯开的时，我就甲伊讲：，就他妈的几大赛，为何目屎流满面？你来将你的心痛讲出来，心痛的痛苦讲出来，阮就会通为着你来祈祷。你个把三角啦，伫春天来开花，花香鸟只唱诗歌，那就是一个保养摇花的慈爱。咱就爱互悲伤的来安慰着你。讲绝对冇得几大赛，失去你的目屎笑眯眯，你甲
悲哀讲痛过讲さよなら，袂记你痛过ください。ちょっと待ってください，为何目屎那么明？将心中痛苦讲出来，我就通替你来祈祷。桜的春天季，花香悄悄手心我，不用耶和华的慈爱。我阿爸上帝安慰你，ちょっと待ってください。聞きばさじゃビビ、さよなら講バイバイ。袂記得痛苦ください。ちょっと待ってください。為何目屎那麼明？將心中痛苦講出來，我就通替你來祈禱。桜的春天季，花香悄悄手心我，不用耶和華的慈愛，我阿爸上帝安慰你。ちょっと待ってください。聞きばさしゃびび、さよなら講バイバイ。袂記得痛苦ください。ちょっと待ってください。聞きばさしゃびび、さよなら講バイバイ。Oh yes！ 袂記得痛苦ください。兄弟姊妹，大家平安。这个新冠肺炎的病毒的影响力，已经远远超过咱所有的记忆。有真正活动，拢不得不爱延期，甚至爱受取消。所以咱已经真正担着这个计划，赶袂上这个变化，迄款无奈的这个感受。伫圣经雅各书第4章13节、15节，真直接甲咱讲：爱，你如话讲，今仔日、明仔日，我要往某城里去，伫遐待一年，做买卖得到利益。其實明仔日要如何，恁也唔知影。恁的性命是甚物呢？恁原來是一片這個墳墓啊！出現少時就無看見。恁只有講，主若是願意，阮就通活的，也通做這個代志，還是做遐個代志。所以伫這個艱難的日子的內面，咱攏需要有上帝同在。若是無的時，咱以後的日子，咱會行較真辛苦、真忝，甚至是行袂落去。總是佇舊約聖經內面的這個約櫃，就是代表上帝的同在。所以有上帝的同在，咱的心思意念會顯出上帝這個聖情來，咱的語言會造就所聽見的人，咱的行動舉止嘛會吸引到四周圍遮的人，歡喜要來親近咱，因也會歡喜要來聽咱活命的這個故事，安尼咱就有機會要用上帝的眼光來看到因的需要咯。咱會用上帝的憐憫恩待因的這個軟弱，咱會用上帝的這個恩典來寬容因的無教養。現在咱會為着因加行一里路，來體貼因的這個需要。
所以有上帝同在，咱的厝就是圣地，也就是天国了。所以伫这段这个时段里面，上帝要互咱先担着伫第二，亲像伫天这个滋味。虽然明仔日是充满着有真侪这未知数甲变数，总是一切拢是掌握伫上帝手中。所以诗人讲，因为我所做的，若是出伫你，我就恬恬无声。所以被迫这个居家隔离，也是需要吞忍的心呢，袂使有任何这个埋怨，因为这是对上帝下来这个试炼，这个试炼是有力伫咱灵性成长的。那么以前伫这个主日的早起时咱大家拢会清查真整齐来甲教会，彼此互相请安、问好，是已经成做一个习惯。总是现在主日的早起时呢，已经无有这个教会聚会咯。那么忽然间结束几啊点钟的这个时间来，那么起初现在大家人拢是真享受这段加出来这个时间，暂时离开教会，全拢总无会改变这个仪式，还有这个每一届拢同款的这个面貌的会众，咱的手拢摕一张这个内容无什么变化的这个周报。伫做礼拜时，有时都爱徛起来，有时爱坐落去，互咱感到这个教会生活，那就是淡薄仔真安尼打扫无味，敢是一个形式化。毋过呢，互咱淡薄仔休困，嘛感到着会袂歹啊。毋过呢，这个总是这个时间是一个拖久，咱竟然会怀念开始怀念以前甲信仰的同伴做这敬拜，享受被关心的这个快乐。伫顶礼拜的中昼时，咱的教会用这个 Line 来参加收这个圣餐。在 Line 顶面，大家看到大家人彼此的影像，我嘛听到真侪人真兴奋的这个声音。原来咱就是安尼是彼此伫三笑脸。咱这群当行天路，虽然一路行起来，感觉就是弄来弄去的款式，总是袂通好认的。教会已经补充了咱内心某种的需要，遐是用其他方式无法度去弥补的。一旦离开教会一段时间，受苦的就是咱家己本身。有一摆有一个牧师去探望一个真久无来教会做礼拜的兄弟。那么迄一日气候真寒冷，所以因两个人就坐伫这个壁炉的边啊，静静目睭看到这个得到的火。牧师就举起这个火箭，硬一块这个得烧的这个火炭，给它放伫壁炉的边啊。两个人目睭就看到这个火炭慢慢的化去。他过无几分钟，牧师就站起来，就三过世。来一礼拜后，这个兄弟竟然出现伫教会。所以圣十诫这个约翰伊讲一句话讲孤单美好的灵魂，那就是孤单得到的这个火炭，会渐渐跟化去，是袂哪来那烧的。所以圣经可能讲，唔通停止聚会。有时阵因为种种的因素，人会暂时离开教会，总是有一日，伊会搁再倒转来教会，甲咱做伙来敬拜。享受伫基督内面，咱拢是一家人的这个快乐。那么，这种这个天路路程、天路历程，互咱对一个教会这个怀疑者，转变做教会这个拥护者；对一个旁观者，变做一个参与者。咱会晓用新的观点来看教会，这个新的观点。帮助咱无搁再是只有去吞忍教会，乃是进一步去学习要如何来
听教会。所以新的观点会当互咱引起这个转化，更新咱每一个人对教会重心的认识。所以咱要做来学习这个新的观点哦，这真要紧哦，大家注意听哦。第一点，伫教会，咱的学习正面来仰望，正面来仰望。有的人对教会的心态，那就是真够拍算的这个消费者，将这个主日的崇拜当作是一场的表演。这个丹麦哲学家齐克果伊讲一句话吼，有这款心态的人，会将教会当作是戏院，坐伫观众这个位置顶面来欣赏舞台顶的这个表演。教会存在的目的，唔是为着要提供消遣，也是讲交陪朋友，也是讲同乡会这个联谊尔定，乃是为着要敬拜天父上帝。所以无论教会的牧师、传教者、圣乐、圣礼典等等，拢是为着要达成最终的这个目标，就是要帮助这个敬拜者甲拜上帝这个三度。上帝才是最重要的这个观众。所以伫这个主日的崇拜中，不管是唱诗歌唱到走调，还是音阶无标准，还是牧师的信息打扫无味，这拢是爱去学习，正面来仰望，通通搬过这个讲台，自信伫上帝这个心中。第二项，伫教会，咱得学习往四周围来观看，爱看你的四周围。有真侪人伫找教会的时阵，拢是跳过去找这个会友背景甲家己相像的教会。比如讲，台湾人一定去找讲台语的教会，当然教会；广东人就去找讲广东话的人的教会；黑人嘛会去找黑人的教会。咱也免期待别人的教会会真欢迎黑人来参加聚会。安怎讲呢？捌伫这个德州真出名的这个牧师，或者汤尼·伊凡这个牧师，伊伫新航线的时代，捌一摆吼，要去一个别人的教会做礼拜，去用挡伫门外呢，因为伊的皮肤色是黑的，唔准你进入去做礼拜。1960年，马丁·路德·金恩牧师，伊常引用着这个格林牧师的话来讲，伊讲哦。礼拜日的早起是11点，是全美国各族群分别最大的这个时段。因为咱真永远袂记哩，基督教会是世界历史上头一个互人有平等，会当徛在这个团体。不过呢，教会对这个无共款的族群，自觉咧做伙敬拜这个代志顶悬，并无做真多这个努力。另外，政府机关。工商团体伊个人要用人的时阵，对这个少数民族拢有这个保障的名额的规定。不过到现在，也无听过讲有多一个教会采取什么款的行动，要来提高少数族群伫教会参与的行动，差不多拢唔捌听过啦。第三点，伫教会爱学习外来观看。外面来观看，这个大主教威廉汤普捌讲过一句话吼，讲这个教会是全世界唯一为着非会员的利益所设想的这个组织的团体。所以教会的这个宣告，应该大家顾着家己所在这个社区的这个需要。我会记得我甲牧师阮还佫伫德州，就是跟教会咧牧会的时阵。伫每一年，这个感恩节，阮拢会邀请各餐厅的这个员工，以及伫这个社区中新的移民，或者兄弟姊妹来阮的教会，来请因食这个传统的这个火鸡的这个午餐。伫这个食饭的中间，阮会介绍这个感恩节的由来，这个历史，互因了解。所以当阮受呼召到伫这个纽泽西教会第牧会时阵。我迄间教会
伫每一年有一个固定的做社区组织，我哋将迄天的这个奉献全部拢赠送予这个市政局，通去关怀社区中这个弱势的家庭因的需要。当报道家保罗牧师用着大自然的譬喻来形容教会本质，伊讲教会就像一堆这个堆肥啦，堆做伙的这个肥料，若是自己做伙是极臭无比啦，讲臭乎乎。做阵来甲伊分开散来，却是丰富了世界。所以事实上，教会会通跨出教会这个围墙，将教会这个敏感的安天啊，这个天作界踢开，伸向外面，这个才是上帝所欢喜咱的这个福祉。第四项，伫教会都要学习内面来观看，向内面来观看。使徒保罗对哥林多信徒讲：，敢唔知恁是上帝的圣殿，上帝的神踮伫恁的内面。咱每一个人拢是会刷叮当的这个圣殿呢。今仔日圣殿是起造伫信徒的心中，所以咱在常常将家己分别做成，会记得用基督的宝血来洁净圣殿，用家己的见证来赢过撒旦的诡计啦吼。所以，互上帝恩典，甲上帝医治，会当畅通无阻。透过你，透过我，临在伫每一个所需要人的身上。所以受到这个新冠肺炎病毒的这个影响，现今的教会还阁是门关的呢，还阁是无实体教会的这个聚会呢，就会当透过网络的礼拜。如果我讲如果啦疫情若是继续恶化，甚至变较更较严重的时阵，那么咱的教会到底要关心什么呢？会记我讲过这个啊，咱唔是干那关心教会的人数呢，还是讲关心你教会奉献数字呢？教会唔通担心这个问题，咱都要关心的是啥？就是基督徒要互人会当看到什款的信仰形态，以及在面对将来教会这个群体应该有什么款的这个备办。所以伫这个疫情的中间，上帝爱咱重新来校正什么是真正的教会。当无这个组织崇拜的时阵，教会佫剩什么？所以说，教会若是只有一个聚会场所，还是敢剩一个礼仪尔定，安尼教会就无必要存在啊。所以说，教会是基督徒集体的生活，以及实践使命的一个平台。安尼是，就是若无有这个组织的崇拜，教会嘛袂受这疫情的影响呢。因为只要有10个信徒，因欢喜做伙去敬拜上帝，彼此来交接，彼此来代祷，这就是教会呢。咱是有福气的人，咱通亲目看到上帝伫这个时代所做这个新的作为。对这回这个疫情的中间，上帝带咱进入一个基督教一个新的宗教改革，叫咱都要倒转去初代教会，迄种伫出来掰饼，而且存着欢喜、诚实的心来用饭，这个恭敬。所以呢，当咱学习到这个观点以后，咱也必须要将这个属灵的约柜来带入咱的这个厝内，就如加特人俄别以东的厝内，耶和华约柜伫加特人俄别以东厝内3个月，耶和华赐予俄别以东甲伊的全家。但虽然圣经并无提起讲耶和华赐予什么款的福气互因，总是伫这历代志的作者伫这个中期尾，互咱看到这个俄别以东的8后生，拢是大官人的勇士，
因为后代的子孙拢是经过办代志的勇士，因阁是尊贵、阁有才能的人，将其一生后要移动的子孙已经有真最到62个人。耶和华所赐的福气，互人富足，并无加上这个忧闷，互咱也有这款的期待。上帝要赐予咱全家，所以有甲大卫王讲，耶和华因为约柜赐予后要移动的这个家，以及一切属伊的，大卫就去欢欢喜喜，将上帝约柜对后要移动的家中更到大卫的这个城内面。所以我真巴不得今仔日，咱要看到约柜伫咱的厝内所带来这个祝福。伊要激起因的这个渴慕，也要欢喜将约柜来刷到因的厝内。因为约柜伫咱兜，咱的兜就要有祝福。约柜若是伫我的心内，我的心内就要得到安息。因为约柜若是伫咱的教会内面，咱的教会就要必然要兴旺。阿免。回应诗歌。我知什么人要掌管明仔日，我不知明天要如何，为是去安然度过。我无求明天的日光，因明天咸菜。的忧闷，因我知主所应允。今日我要出甲东行，伊亲在前途光景，做事明天要临到，做事咱已明了，但我知主掌管明天，伊要带我行真前。我不知明天要如何，每时刻安然到回，我无求明天的日光，因明天咸菜黑暗，我无畏将来的忧闷，因我知主所应允。今日我要出甲东行。在前路光景，做事明天要如何，做事咱已明了，但我知主掌管明天，伊要带我行真前。今日我要出甲东行，伊凊彩前途光明，做事明天要临到，做事咱已明了，但我知主掌管明天。伊要带我行真前，咱这条三角的祈祷，亲阿爸悲伤的，愿感谢你。今日的这个网络礼拜。愿透过旧约撒母耳记，到新约的这个
哥林多前书以及符雅各书的教示，假使阮来真捌，要规伫阮兜，通来学习上帝的功课。约柜就代表上帝的同在，实属上帝的同在，阮的心思意念就会显出上帝的性情来。但阮的言语，才会造就听的人。我的行动举止，更较会吸引四周的人，欢喜来亲近阮。因就要来爱听阮生命中的故事，安尼时阮就有机会，通用着上帝眼光去看到因的需要，而且阮也用上帝的怜悯去恩待因的软正的所在，阮就会用着上帝的恩典来宽容因的不足，叫阮甚至。阮欢喜为着因来加行一里路，通来体贴因的这个需要，所以有上帝同在，阮的厝就要成做一个善的所在，也就是天国。因为上帝要互阮承担着这个第二之日的天这个主义，阮同心的祈祷，拢是奉主耶稣的圣主名来祈祷。阿妹，他这条牧师要甲恁祝祷吼，愿天父上帝主来甲恁面，主要所给的稳定，圣神保守的感动甲交通，甲真个兄弟姊妹同在，伫到敬主的日迄日，奉爸囝圣神的名，阿妹，真个兄弟姊妹，咱今仔日这个网络的礼拜。一个一段路，咱真希望伫下礼拜，共这个时伫空中再会。但愿天父上帝祝福你平安，多谢。